李麗珍同李若彤、張慧儀等人拍緊曾志偉監製嘅 M Club， 開工1個月已經傳佢同李若彤不和，而家又話佢拍戲似遊魂，唔記得對白，仲成日 NG 添。李麗珍拍戲遊魂咗收工，呢晚 M Club 拍街景，李麗珍、李若彤、葉韻儀同張慧儀都有份拍。但係李麗珍就差唔多成12點先至到，嚟到即刻拍嘅佢，淨係拍一場落樓梯同班姊妹講幾句對白嘅戲，都 NG 咗好多次啊！後嚟曾志偉嚟到探班，佢就已經把握機會話自己拍得好辛苦，又話胃痛，又話咩咁。曾志偉咪安慰下佢咯，見到有記者喺度，志偉哥仲好搞鬼咁問佢：你咪同李若彤唔妥咩？點知本來慢半拍嘅李麗珍突然識得俾反應，仲夾埋李若彤同曾志偉喺啲記者面前鬥嘴添啊！今年47歲嘅李麗珍入行超過20年，04年拍完內地嘅《仙劍奇俠傳》之後就冇再拍戲啦，相隔咗9年再拍翻劇，唔記得對白之外，反應又慢半拍，成個夢姑咁。而家導演就話幫佢減對白，唔使佢咁大壓力喎。